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千万唔通为着爱什么拢会使。这刑事局抓到一桩诈骗案件，是两化的诈骗集团合作，因锁定这40岁以上的独身女性，先伫咧网络顶头甲你开讲，才派台湾的查甫人和伊约会，甲这独身的女性呢是骗财佮骗色，目前有15人受害，损失超过4000万。那警方呢，目前伫咧台湾抓到20名嫌犯。 我的质疑是，如果不能成功，我不会了，不会再这样。网络上我知道看很多了。查某人讲到后甜，捌唔听可劝，坚持汇钱予网恋的对象，这种的爱情陷阱，即摆嘛出现伫两花强暴诈骗。警方暂开门入去，抄到犯罪的所在地，专门替对方做下线。警方调查，中国的不法集团先伫交友软体对国内女子发言卡语，敢若用通话甲传信息，因为惊实体约会会曝光，就找国内犯罪组织，专门派4张的查甫人去赴约，声音就算互人怀疑，就讲是感冒。最后一步都是吹空吹胖骗钱。锁定40岁以上的女性，由台湾这边派遣男公关跟这些被害人做实体的约会，包括吃饭啊、散步，甚至是发生关系等等，骗财骗色。除了爱情诈骗，警方嘛发现两化不法集团兼做假投资，骗人的方法真侪项。台湾至少15个人受害，损失超过4100万。这届逮捕20个伫台湾的嫌犯，只是关键的犯罪源头，也是藏伫中国。 两岸共打这样子的一个协议，虽然那个框架还在，可是问题就是说，它整个的一个状况感觉上就没有像过去可能这么样的一个热络，对于整个向上溯源可能会有一些的困难。 对方诈欺集团的嫌犯是谁？是不是有台湾人？南方追查差不多规个长线。学者分析，一大原因就是两方做伙掠人的机制无法度发挥功效。只是诈骗本来就真济，万一是跨境联合，要安怎找源头打击，又搁加添困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